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雨虫，我现在在浙江省绍兴市下属的嵊州市，这里是中国粤剧的发源地。最近大热的陈丽君也帮助粤剧又火了一把。今天我就在粤剧的发源地，是骄傲的粤剧小镇上看一下。其实粤剧小镇是一个房地产项目，我们先去小镇边上的粤剧博物馆看一下，了解一下粤剧的前世今生。这里就是粤剧诞生的地方。一直以来，嵊州一带的农民喜欢在田头歌唱，见人唱人，见物唱物，随心编词，后来演变成爷们唱说，挨家挨户卖唱，换点吃的。1906年3月27日，东王村有几位艺人在祠堂前搭起简易的草台，第一次在舞台上为当地村民演出了《石箭头》《泥凤山茶》等曲目，成为中国粤剧的第一次正式演出，宣告了中国粤剧的诞生。当时他们还被称为小歌班或者低堵班，因为演的时候大家一直听到低堵低堵的声音。小歌班在嵊州城乡受到欢迎，演戏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到1907年，嵊州出现了200多个戏班，他们开始向外扩张，走商业化的路线，先是在浙江，再是到了上海，最终在上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发展到1920年，还成立了第一座专供粤剧演出的戏院——升平歌舞台。然后他们还引入了丝弦伴奏，就是和尚鼓、板胡、斗子这3种乐器。粤剧音乐从此进入了丝弦正调时期。其实当时演归演，而粤剧这个名字是直到1925年9月17日，小世界游乐场在申报上登的广告中才第一次出现。2年后的1927年2月，第一个女班进入上海，带头人叫施银花，她创造的4宫调使粤剧的唱腔更加清脆悦耳，而这一里程碑式的创造为女子粤剧的发展奠定了音乐基础。后来在众多的女班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艺人，施银花、赵瑞花和王杏花，被誉为明旦3花。1938年后，女子粤剧更是超越男班，在上海演出市场崛起。女演员的嗓音条件、表演特点更加符合江南温婉柔美的气质。接下来这个板块介绍的是粤剧的13个流派，主要是按照唱腔来区分的。它们分别是袁雪芬创立的旦角流派袁派，徐玉兰创立的小生流派徐派，王文娟创立的旦角流派王派，范瑞娟创立的小生流派范派，尹桂芳创立的小生流派尹派，傅全香创立的旦角流派傅派，齐雅仙创立的旦角流派七派，陆锦花创立的小生流派陆派，毕春芳创立的小生流派毕派，张云霞创立的旦角流派张派，吕瑞英创立的旦角流派吕派，金彩凤创立的旦角流派金派，还有张桂凤创立的张派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粤剧皇后姚水娟演花木兰的，虽然最后没有建立流派，但都在中国粤剧史上留下了名字。1942年，袁雪芬对传统粤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，形成了以编导为中心的创作机制。
并把之前所说的四宫调改为了尺调，加上范瑞娟、周宝才创造的弦下调。现在粤剧所有的流派都是在这两个唱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早期东王村的舞台就是3个人一块板，后来舞台变成这种镜框式的舞台了，舞台设计也多样化，出现了写实的、写意的和虚实结合的多种样式。道具、服化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精致。这个展厅里全是粤剧的戏服，基本上都是古装。粤剧其实也是以古装戏居多的。这些盔帽很是华丽啊，它们分为冠、盔、帽、金4个系列，虽然禁不住细看，但在舞台上的呈现效果是非常亮眼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粤剧进入了黄金时代，从绍兴到上海再到全国，现在已经成为了仅次于京剧的第2大剧种。虽然现在的戏迷越来越少了，但还是有像陈丽君这样的后起之秀，可以让百年艺术重回顶楼行列。这里还有一些粤剧的经典剧目，这个是《梁祝》，让我们看几秒钟。这个是《红楼梦》，徐派的贾宝玉，王派的林妹妹，都是经典。百年粤剧其实从未退场，只是大师渐远。不经意间，小小百花们横空出世，激起年轻人的金鱼喜，也触发了那些被遗忘的文化 DNA。出博物馆，我们再来逛逛粤剧小镇。我们看一下地图，这里是博物馆，这里是商业区和古戏台，然后对岸还有一些自然景观。但是这么小的地方，居然要60块钱的门票。我一般景区很少给差评，但这个地方一定要吐槽一下，60块钱的门票居然还不包含里面看戏。我是下午4点钟进的景区，离晚上的折子戏演出还有3个小时，然后其他就几乎没有什么好逛的地方了。门票里含了一份食堂的餐券，我本来没打算去，但是小镇里就没几家饭店，要么排长队，要么贵得要命，最后只能来这个食堂里吃。我大老远的来一次，想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美食，都不能如愿。小镇真心没有什么好逛的，这个地方要来的话，建议还是晚上6点后直接来看戏。我现在去河对岸看看，这个下面的河叫善溪，江水如练，两岸青山平面，风景还是不错的。那边可以坐船的，但是要另外收费。对岸有一片梅园，可惜现在不是季节，没有花，而且已经变成一个儿童乐园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这边岸边有个剧组在拍合影，也许是等下要去演戏的。终于在这里看到了第一个有关粤剧的元素。最后再带大家去看一下古戏台吧。现在是5点，饭也没得吃，要等看戏还要过2个小时，我就准备进去看一眼就撤了。进去有个雕像，梨园之神唐玄宗李隆基，当年他组建了一个皇家歌舞团，
在梨园演戏，其中出了很多演员和音乐家，所以后世将戏曲界也称作梨园界。这里就是戏院的内部，不演戏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进来参观的。观众席2层，下面都是茶馆的形式。7点钟开始演戏，这个戏台也有2层呢。我现在去上层观众席看看。虎戏楼是越剧小镇的主体建筑，在当地被誉为越剧界的金色大厅。从2楼看过去，上面一个藻井，2楼有一个鼓，下面是戏台。其实我还是蛮想留在这里看一场越剧的。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越剧小镇作为越剧的发源地，还是值得来打卡致敬一下的。越剧博物馆也是值得一来的，但整个小镇的配套设施还是有待大大的改进。门票60真心不值，希望它以后能够有所进步吧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